姑娘，12年来，俺家待你是我。娘娘的奴婢恩重四杀，好，那就该知恩报恩，把当年就去强宽之事，从实交来，是与你的好处。是。礼貌观察小孩子，将婴儿抱着于户内，就去桥下早一天时，从此暮岁退四平12年。奴婢陈林，见驾娘娘千岁。
娘娘，深夜宣奴婢进宫，不知为了何事？陈公公，哀家与我分明。娘娘请讲。12年前，哀家命客只判一件大事，他竟没有办好。听说这件大事你也知道。什么大事呀？奴婢想不起来了。哦，真的想不起来了。呀呀，年长19，实在忘怀了。我是可知他已经讲过了。他讲什么？你不要这你什不讲，休给哀家翻脸不清。娘娘要你死，一句我不曾。不啊，你管怕我怎样？他家有先帝面试警察在。娘娘，夜深了，用奴婢为公慢慢下来，谁能想起既然禀告是假？慢，想不起来也就算了，何必急着要追你？不知晚有何事？你这可知坏了哀家的大事，给不给当？给当，给当。好，把客子带上来。娘娘一字一过为好，打娘娘打打。
此话从何说起？难道你曾宽解？我何曾宽解？娘娘，你可曾宽解？哼，哀家当送宽解，就看他早死不早。哼，娘娘既已宽解，何必还来问我？好比张丽在，残的你们重重的打，狠狠的打，帮他早人放血。娘娘，残的，你不管怎当，看来你们红了不死。这是要丧命的呀！元月在月子，开子就不怨你当吧。这是你残力，万不令我从这里当残力，你当死我你自己也罢。
孩子，我的好。